四大菩萨最灵验的3句话：朝拜观音菩萨。第一句，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保我平安无忧。第二句，救苦救难观音菩萨，助我渡过难关。第三句，普度众生观音菩萨，赐我福报连连。朝拜文殊菩萨。第一句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成长。第二句，顶礼文殊师利菩萨，愿我的孩子智慧大开。第三句，感恩文殊菩萨，保佑我的孩子前程似锦。朝拜普贤菩萨，礼敬大亨普贤菩萨，一敬全家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；二敬事业顺顺利利，红红火火；三敬好运连连，财运滚滚。朝拜地藏王菩萨。第一句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护佑天下父母，吉祥安康，众生离苦得乐。第二句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护佑我前途坦荡，渡尽劫数。第三句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赐我善果绵绵，心无挂碍。